喺未分享之前，希望你俾一個 like 我，等我都知道你曾經喺呢個頻道出現。感恩你嘅收聽，令我有更大嘅力量，繼續用我有限嘅時間作出分享。今日分享故事，安穩並唔係女性最好嘅歸宿。好多年前，我有一個同事，上司每次叫佢做嘢嘅時候，佢都扮聽唔到。有一次，我忍唔住問佢：點解你好似完全聽唔到佢叫你咁嘅？佢就同我講，佢有個座右銘，就係少做少錯，唔做唔錯。當時我愕然，原來責任感唔係每個人都會有，可能咁樣佢覺得比較安穩。平凡女人喺一生中冇大嘅成就，因為佢哋一直追求一種安穩生活，一得到就唔求上進，原地踏步。只係用機械人嘅工作模式去維持。沉醉於安穩嘅女性喺開始做每一件事之前，會做準備工作，覺得每一個計劃都係要好完美。慣性喺熟悉嘅領域保持安穩嘅舒適圈。好多時成日會講喺屋企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呢一句說話做得非常妥當。佢哋就唔敢喺唔熟悉嘅領域邁進，好多時生活中出現咗一啲困難，就唔會主動地去嘗試，或者匿得更加遠。好多時候覺得自己熟悉嘅嘢就係最好，對於重新認識一啲新事物或者工作，最好同佢哋冇關，否則辛苦自己壞了事，做得唔好，責任係邊個負？而喺競爭嘅社會入邊，安穩其實先係一個陷阱。安穩會令佢哋喪失咗鬥志同埋做嘢激情，永遠唔尋求打破現有嘅生活，冇進步嘅工作心態，結果懶散之中鬆弛自己皮膚同埋身體。經常聽到思想決定命運，如果做任何事只係尋求安全感而不作改變，對自己潛能否定，只係令到自己潛能不斷萎縮。同時，安全感會令我哋天賦嘅能力剝削，就好似病咗嘅人咁樣，機能萎縮退化一樣。如果女人能夠突破安穩，尤其喺20幾歲嗰時候係最好㗎。呢個年齡開始奮鬥，就可以有無限嘅發揮空間。Chanel 香奈兒呢個名無人不知，佢從來都唔係一個安分守己嘅人。佢嘅名後來成為西方女性解放同埋自由魅力嘅代表作。香奈兒後生嘅時候喺一間巴黎嘅咖啡店入邊唱歌，佢就係經歷過一次失敗嘅感情。18歲嘅佢當時成為咗花花公子博伊嘅情婦，但係佢冇因為咁而沉淪，佢仲向博伊借咗錢開咗3間嘅時裝店，令到佢嘅服裝可以打入巴黎嘅上流社會。對於浮誇同埋嬌艷嘅上流社會，香奈兒嘅禮服係馬哥皇后嘅翻版。佢嘅服裝充滿怪異，同時充滿咗致命嘅吸引力。有一次，佢嘅長頭髮唔小心俾火燒到，佢索性即刻攞起把鉸剪剪一個超短嘅頭髮。第二日，佢走到巴黎嘅舞劇院之後，巴黎嘅貴婦就紛紛去揾唔同嘅剪頭髮嘅理髮師，話要剪香奈兒髮型。不論係香奈兒嘅香水或者香奈兒嘅服飾，真正嘅魅力都係喺佢哋創造者身上。30歲嘅香奈兒已經還清咗博伊嘅錢。佢由1930年直到去世，佢都係一個人係住喺巴黎利茲飯店嘅頂樓上邊。佢係世界上著名嘅服裝設計師之一。每日瞓覺，佢只係唯一需要將佢愛心嘅鉸剪確定係放喺床頭。佢話如果非要我選擇，我都會選擇服裝。香奈兒俾女性嘅忠告就係，或者我會令到你感到驚訝，但歸根究底，我認為一個女人若要快樂，最好不要遵循陳舊嘅道德，做出選擇嘅女人先至會有英雄嘅勇氣。雖然付出咗孤獨嘅代價，但係孤獨能夠幫助女性找到自我。我愛過2個男人，從來都唔理解我。佢哋好有錢，但係唔了解女性。女性想做嘅事，忙得起上嚟就會令到你更有份量。我好快樂，
但係幾乎冇人知道呢一點啊。喺佢最後日子入邊講，由各種嘅事情嚟到去睇我呢一生，完全正確。我沒有丈夫、孩子，但我有嘅係豐盛嘅財富。呢一啲俾香奈兒成功嘅靈感同埋行動，讓香奈兒走出安穩嘅籠牢，先至能夠創造一個經典嘅品牌 Chanel 香奈兒。今日嘅分享就係講，每個女性唔理你嘅外表係靚定係醜，亦都唔管你嘅心智係聰明定係愚蠢，你都要憑着自己嘅努力去過自己想要嘅生活，而唔好俾安穩嘅溫柔陷阱抹殺。多份冒險精神，做一個獨立嘅個體，令自己經濟獨立，事業有成，咁樣我哋先至能夠永遠自信快樂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你都喜歡呢個短片，記得訂閱中女社呢個頻道，俾呢個短片一個 like， 最重要分享俾你身邊嘅女性朋友，能夠喺大氣電波上邊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營造最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將你嘅真實故事分享俾大家，歡迎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。中女社嘅朋友們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